台北市伫今仔日进行民安9号演习，甲罗西亚、8号乌克兰也有台海情势日日起。今年演练战争时的情景呢，就占70%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这是台北市政府头一届以战争灾害做主要演练。伫国军搬到支援救灾任务的时阵呢，市政府必须爱调度整合资源。蒋万安也证实讲，伫现场有美国的人来看演练的过程。 爆炸声互现场真紧张，台北市无语互飞弹攻击，救人崩溃，波及路面的车辆。公车、兵车警消拘捕了后，随派员到现场抢救，结合空袭机掌握现场的状况。另外一台客运车弄感冒去，车顶的民众就伫内底情况危急，可见各单位现场合作。台北市政府初时展开民安9号演习，甲较早无共，今年民安演习战时状况占比达到70%。参考俄乌战争踏入台海紧张情势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这是台北市政府头一届 以建灾做演练主题，可见调度整合海库来资源。这一次整个演习的想定，就是以如果台北市发生战事跟灾害，那国军无法支援救灾任务的时候，那台北市我们如何来及时的调度跟整合辖内的资源，比如说政军警消民，以及民物资的整体动员。 台北市政府为关键基础设施演习设定拄到飞弹炸射、辐射灾害，尤其针对大量伤病患救助，搜救人员参考美军战术建导，伤患照顾规范进行建伤医疗。现场有亲像 AIT 加美国国防部人士，蒋万安嘛证实美方有到场观摩，确实有美方人员，所以层级跟他们的种类。 相关细节其实我想也不方便评论，但是我们也都尊重相关人员的安排。台北101演练空袭警报，大楼人员按照指示疏散避难。上山工农是做战时灾民的收容救济中心，替代役人力嘛协助救灾。因为演习是设定2025年海峡中线有真侪强军军舰集合，惊害发生战争，时间点嘛引起议论。蒋万安回应，时间的安排是根据台北市的条件、专家学者的意见。伊本身是首长追求和平，毋过绝对唔惊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